我哋咧今日會睇一個港景風嘅3房單位，可以望到維多利亞港煙花海景，前面係尖沙咀，右邊咧就係西九文化區。入到嚟呢邊咧就係飯廳嘅空間，飯廳可以放張4人或者6人嘅餐台。你哋行後多2步咧，呢度咧就係客廳嘅空間，呢邊可以放梳化，而呢邊可以放電視。哇！呢個景觀，一入到嚟玄關咧已經準備好晒鞋櫃。開放式廚房嘅設計，洗手間咧亦都預備好洗手盆、鏡櫃，仲有埋淋浴嘅空間。第一間睡房咧亦都預備咗單人床，而左邊同右邊咧亦都有啲儲物空間。第二間睡房亦都預備咗單人床、衣櫃。跟住我哋會嚟到主人套房，已經預備好大衣櫃，而呢邊咧都有儲物空間。呢度咧就有個 L 字形嘅大書台，而呢一個部分咧就可以放雙人床。主人套房嘅洗手間亦都有鏡櫃、洗手盆櫃，亦都可以有浸浴嘅空間。